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耶利米书第2章第4节到13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14节到31节，37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思源。饮水思源的意思就是要懂得追思恩典的来源，要懂得感恩。这不但是在强调一个人的品格，更在讲一个信仰的层面。信仰上不但是强调需要感谢上帝的恩典，透过赐给泉水来赏赐人的生命，更在强调人需要去追求那生命的源头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所赏赐的永生。先知耶利米的提醒也是提到如此的一个概念。耶利米书第2章第4节到13节，先知这样说道：雅各的后代，以色列的各支族啊，你们要听上帝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：究竟你们的祖先发现我有什么不对？他们竟离弃了我，去跟从虚无的偶像，使自己成为虚无。虽然我救他们脱离埃及，领他们经过荒野，崎岖不平的沙漠，干旱惊险的旷野，没有人烟足迹，他们仍然不理我。我把他们带到肥沃的土地去，让他们享受土产和美物，但他们糟蹋了我的土地，污染了我赐给他们的地方。祭司从来不问上主在哪里，我的祭司不认识我，统治者背叛我，先知奉巴力的名说预言，拜毫无用处的偶像。所以我上主要再控告自己的子民，我要指控他们的后代。你们往西到基提岛看一下，你们派人往东到基达查一查，你们就知道天下没有发生这种事。虽然偶像不是真神，没有任何国家更换过自己的神明，但我的子民却把赐荣耀给他们的上帝跟毫无用处的偶像兑换。我要使诸天站立恐慌，惊惶失措，因为我的子民犯了双重的罪，他们离弃了我永活的泉源，他们挖掘不能蓄水的水池。耶稣基督呢，他有几次谈到生命之粮，也有提到生命之泉，并且是如同涌泉般的一个水泉，使人喝了就不再渴。同样的，我们还是需要强调那个条件，就是愿意接受的人才能够得到那生命的源头。这是基督徒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泉源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上帝那里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，为我们预备地方。约翰福音第7章14节到31节，37节到39节。节期过了一半，耶稣就上圣殿去教导人。犹太人的领袖都很诧异，说这个人没有跟过老师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学问呢？耶稣说，我的教导不是我自己的，而是出于那位差我来的。一个人若决心要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就会晓得我的教导是从上帝而来，还是凭借我自己的讲。那凭借自己讲的是想寻求自己的荣耀，但是那寻求差他来那位的荣耀，才是真正无伪的。摩西不是把法律颁布给你们吗？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遵守法律，你们为什么想杀害我呢？
群众回答：你有鬼附身，谁想杀你呢？耶稣说：我在安息日行了一件大事，你们都引以为奇。可是摩西吩咐你们行割礼，其实割礼不是从摩西，而是从你们的祖先开始的。你们就在安息日为婴儿行割礼。如果人在安息日行割礼，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个摩西的法律，那么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了健康，你们又为什么责怪我呢？不要根据外表判断是非，要按照公正的标准来判断才是。有些耶路撒冷的人说，这个人不是我们的领袖们想杀掉的吗？你看他公开讲话，竟没有人出来反对，是不是他们真的知道他就是基督？可是基督出现的时候，没有人会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呀。而这个人的来历我们都非常清楚。当时耶稣在圣殿教导人，他高声说：你们真的认识我，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我来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，差我来的那一位是真实的，是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从他那里来，是他差遣我来的。于是他们很想逮捕他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呢，他的时刻还没有到。群众的当中也有许多人信了他。他们说，基督来的时候比这个人行更多的神迹吗？节期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最隆重的一天，耶稣他站起来高声宣告说：人要是渴了，就该到我这里来喝。圣经上说，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，要从他的心里面涌流出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将要接受到圣灵说的。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。诗篇81篇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。我们的生命需要油，我们需要生命之粮，我们需要生命之泉。求主帮助我们去寻求生命之源，愿意领受而得着那永生之泉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